中国配偶嘛是南投县政议员的诉说案，和内政部依照违反国籍法解除议员的公职。今仔日诉说案提起行政诉讼救济，甲内政部长刘世芳、陆委会主委邱瑞正等人讨100万的赔偿。诉说案主张袂当用外国人适用的国籍法来要求伊放弃原本伫咧中国大陆的户籍。不过陆委会强调，中国大陆人毋是咱的国民。 我们不是次等公民，我们是亚细亚孤儿。大声发口号声援中国籍配偶，讲家己是亚细亚孤儿。从南投县中国籍配偶议员诉说案，进前去予内政部以违反国籍法解除议员的公职。诉说案毋但批评这个举动是予38万的中国籍配偶变做次等公民。11搁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救济，要求内政部长刘世芳、陆委会主委邱瑞正等人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求偿100万。现任的这些的长官，他们带头在做违法违宪的一个动作，来霸凌陆配的一个公职的参与公职的权益。大陆地区人民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啊，但是他还没有国民的地位而已啊。陆委会故意不跟你讲清楚。 故意跟你扭曲，然后呢，制造出一个什么？你必须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诉说案感叹，讲中国籍配偶哪像去奉夹伫咧两岸政治斗争当中的牺牲品。律师刘振华批评讲，依照宪法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陆地区的人民就属于咱国的人民，无属于外国人。是相关单位错误引用国籍法，要求中国籍配偶都要放弃外国国籍。不过陆委会车接已经反驳相关的讲法。 宪法23条规定，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是中华民国国民。大陆地区人民，他并不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如果大陆地区人民本属我国国民，那我们就应该让他可以参加健保但是就没有。杨文杰表示，诉说案提出的诉愿已经去互驳回，这阵搁再提起行政诉讼，用的理由就是大陆地区的人民嘛是中华民国国民。 不过，若根据国家赔偿法，若毋是国民，就袂互因国赔台股。强调大陆地区的人民无属于咱国国民。公司新闻综合报道。